要活得好，無論喺個人、職場、學校、家庭、父母嘅角度，多數人都覺得唔容易。資深精神科醫學專家黃崇光教授 JP 喺 iCan 活得好視頻系列解說 iCan 精神教育點樣去協助大家活得好，活得身心健康、家庭幸福、工作事業成功，同埋活出健康、快樂、長壽嘅美好人生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崇光教授。我分4個課題同大家分享點樣活得好。喺課題2，我指出大家好可能已經處身於一場無硝煙嘅精神健康戰爭中。喺本課題3，我首先協助大家了解心理困擾係乜嘢，同埋心理困擾點樣演變成為心理枷鎖。心理枷鎖傷害身心健康，同埋使人成為呢場無硝煙戰爭嘅戰敗者。我繼而分享點樣運用 iCan 實踐心理學模式去主宰心理同埋解開心理枷鎖，使大家能夠戰勝呢場無硝煙嘅戰爭，並且幫助家人、朋友同埋其他人，亦都戰勝呢場戰爭，大家都活得成功、進步、快樂。喺日常生活裏邊，心理係一個經常被提及嘅名詞，但係唔同嘅人對佢可以有好唔同嘅理解。因此，我哋要從科學角度了解心理究竟係乜嘢呢？我會根據 iCan 模式同大家解說。心理係由自我價值、觀察、情緒、行為4個功能組成。喺 iCan 模式裏邊，我稱之為人格功能。自我價值包括內在價值同人生價值。內在價值係指我哋對自己嘅評價，人生價值係指我哋持守嘅人生價值。觀察係指我哋對事物同埋自己嘅遭遇嘅睇法同埋想法。情緒係指我哋嘅情緒狀態同埋反應。行為既包括行動，亦都包括身體上嘅反應。我哋每一個人嘅人格功能就係自己嘅心理。人格功能嘅自我價值、觀察、情緒、行為4個心理功能係以雙向互動同埋循環不息嘅規律操作，於是造成2個重要嘅心理現象。第一個現象係，只要其中一個功能起咗改變，佢自然會帶動其他3個功能不斷改變。第二個現象係使心理變得習慣成自然，亦都因此好多人係唔自覺自己心理嘅操作。我喺課題1引用過 Erita 嘅例子，而家我會以佢嘅例子協助大家了解心理困擾係乜嘢。首先請大家重溫 Erita 回憶佢參加 iCan 精神教育培訓之前嘅情況。因為當其時嗰個經濟好差，咁就喺公司都會發生好多裁員啊，自己係下一個都唔出奇嘅。當其時係個人好辛苦，睡眠方面係唔好嘅，先瞓着覺又要發埋工作上面嘅夢，又要諗下聽日有啲乜嘢要做，我驚自己記漏咗。而當自己諗到困住咗嘅時候，我又冇晒喜怒哀樂，又冇晒明天嘅感覺，咁同即係死咗冇乜分別。Erita 因為擔心被裁員，感到好大嘅心理困擾。心理困擾到底係乜嘢呢？答案就係佢嘅人格功能產生咗負向嘅改變。喺自我價值方面，佢對自己失去信心，亦都對人生感到迷茫，使佢嘅觀察變得悲觀消極，導致情緒變得低落同焦慮。繼而喺行為方面，無論喺職場或者家庭，都變得好負面。自我價值、觀察、情緒、行為4個心理功能係以不斷雙向互動同埋循環不息嘅規律操作，使 Erita 嘅負向人格功能變得越嚟越負面，亦都即是
Erita 嘅心理困擾變得越嚟越嚴重。我哋有3道防線對抗心理困擾，呢3道防線就係成功、進步、快樂。我哋於2023年再次追訪咗 Erita， 我請佢回憶當時嘅心理困擾。我會繼續以佢當年嘅例子作解說。第一道防線係成功，守得住就成功，守不住就失敗。第一道防線嘅關鍵係人格功能。根據心理治療科學，面對任何逆境或者危機，人格功能保持正向，我哋就能夠戰勝逆境同危機，亦都即是守得住第一道防線。Erita 當時點樣呢？應該係由細到大我都係咁樣諗嘢方法嘅，就覺得你凡事諗到最壞呢，如果真係發生得最壞，你都知道，因為你預期咗啊嘛，咁你就會容易接受啲，係唔會有其他諗法。我會覺得只係得呢種辦法，呢種辦法係最好㗎啦。Erita 清楚記得佢當時嘅思想係好悲觀消極，其實亦都即是佢嘅觀察係變得負面。負面嘅觀察自然會使佢嘅情緒、自我價值同埋行為亦都變得負面。呢4個心理功能喺雙向互動同埋循環不息規律嘅操作下，使佢嘅人格功能變得負向。負向嘅人格功能使佢嘅第一道防線失守，表現出嚟就係失敗，亦都即是佢冇能力化解心理困擾。Erita 嘅第一道防線失守，心理困擾繼而會衝擊佢嘅第二道防線。第二道防線係進步。Erita 守得住呢道防線，佢會進步，亦都即是能夠扭轉失敗為成功。守唔住呢道防線，佢會退步，亦都即是佢嘅心理困擾會惡化落去。第二道防線嘅關鍵係自我賦權力量。根據動機心理學，自我賦權係我哋與生俱來嘅本能。呢個本能發揮嘅關鍵在於我哋能夠反思自己嘅處境同心態，從而正視同了解問題，並實踐應對嘅方法，表現出嚟就係進步。但喺心理困擾嘅情況之下，因為2個相關嘅原因，使好多人唔去反思同埋面對問題。第一個原因係心理困擾常會使人感到痛苦，而痛苦通常會驅使人逃避面對問題。第二個原因係人格功能喺雙向互動同埋循環不息嘅規律下，既係習慣成自然咁操作，亦都驅使人唔願意接納，甚至抗拒唔同嘅想法同做法。咁其實係一定好多人都會係咁樣講㗎啦，即係正常你安撫人哋、安慰人哋，一定會係話你試下唔好咁諗啦，你用第二種方法諗。但係冇用㗎，即係當其時嘅我自己就會覺得，哎呀，嘥氣啦！你講呢啲説話都係敷衍或者安慰我，唔係有實質用途㗎啦。總之我個方法係最好㗎啦，諗得極差，我所接受嘅能力就越大。即係以前我真係咁諗㗎喎，我覺得再唔好嘅嘢，其實我真係有諗過咧世界末日嘅，我會覺得。世界末日咪咩都完晒咯，無論你點好或者唔好，都冇㗎啦咁。Erita 唔去反思佢嘅心理困擾同埋原因，以致佢唔能夠發揮自我賦權力量，使佢嘅第二道防線失守咗啦。佢嘅表現就係退步，亦都即是佢嘅心理困擾不斷惡化。第二道防線失守，心理困擾繼而會衝擊佢嘅第3道防線。第3道防線係快樂，守得住就快樂，守不住就會變得不快樂。根據發展心理學，我哋能夠維繫高質素人際關係，滿足愛嘅需要，才會感到快樂，同埋有能力發揮心理力量，戰勝逆境同挫折。因此，第3道防線就係維繫良好人際關係，表現出嚟就係快樂。
處於失敗同退步狀態嘅人，普遍嚟講係對自己失去信心，感到自卑，脾氣變差，同埋容易對別人過度敏感。佢哋亦都常會遷怒於別人，同埋拒絕別人嘅關懷，導致佢哋同家人、朋友關係變差，使自己變成寂寞亦都唔快樂嘅人。我覺得佢幫唔到我，我就唔想同佢講嘢。亦都唔想將自己嘅唔開心，好似即係擴散出去咁樣。但係其實我咁樣做係更加係大家都唔開心，因為冇嘢好講。咁啊，差唔多都係一段好長時間係冇溝通啊，因為唔想講嘢。Erita 記得當時佢唔願意同任何人溝通，包括佢最愛嘅丈夫同埋兒子。佢嘅心境係極度不快樂，清楚反映佢嘅第3道防線已經失守。我哋戰勝心理困擾嘅3道防線係成功、進步、快樂。守得住呢3道防線，我哋能夠化解心理困擾，表現出嚟就係成功、進步、快樂。相反，守唔住呢3道防線，我哋嘅表現就係失敗、退步、不快樂。而失敗、退步、不快樂所構成嘅可怕惡性循環，就係心理枷鎖。心理枷鎖會對人造成好大嘅傷害。嗰陣時唔覺得，亦都唔識乜嘢叫做係抑鬱啊，或者係即係情緒低落啊咁咯。但係唔知點解係會係。嗰陣時已經係每日好容易都會覺得會喊啊，或者點嘅，即係唔開心嘅，一直都係唔開心，冇嘢令到我開心，應該咁講。係無論乜嘢我都冇感覺嘅，即係屋企或者你譬如生日或者有啲咩節日或者點，係完全對我起唔到任何作用，好似一個行屍走肉咁咯，冇感覺嘅人咯。心理枷鎖好可怕。佢導致 Erita 身心健康受損，患上抑鬱病，家庭關係變得惡劣，亦都使佢嘅工作表現越嚟越差。心理枷鎖仿如將人禁錮喺一個心靈嘅監獄裏邊，造成心理枷鎖嘅原因數之不盡。以 Erita 為例，佢嘅原因係擔心失去工作同埋出現經濟問題。心理枷鎖就係失敗、退步、不快樂。呢個概念實在極為重要，因為無論係咩原因將人禁錮喺心靈嘅監獄裏邊，監獄嘅門鎖其實都係一樣，亦都即是失敗、退步、不快樂。既然門鎖都係一樣，我哋只需要一條萬能鎖匙，就能夠將所有嘅心靈監獄嘅門打開。Erita 亦都係清楚記得，佢當年就係運用呢條萬能鎖匙打開自己嘅心理枷鎖。打開心理枷鎖嘅萬能鎖匙就係快樂、進步、成功。而運用呢條萬能鎖匙嘅3個重點過程，亦都係快樂、進步、成功。第一個重點係快樂，請大家聽一聽 Erita 嘅回憶。第一堂我已經覺得，咦，好受用㗎咯喎！真係咁後尾上咗堂，第一堂嘅時候，可能同班所有嘅人，原來可能都係同一個目的。咁你自然係覺得啊，呢班人喺嗰個環境係自己感覺舒服嘅。咁就我話俾你聽，我好開心，我上咗呢個堂咁。咁其實我覺得佢應該感受到我係好咗嘅，都知係向好嗰方面嘅轉變嘅。Erita 喺 I-CAN 精神教育第1節工作坊裏邊，感受到同其他學員相處係舒服嘅。打開心理枷鎖嘅第一個重點係要打開心窗，接受家人、朋友同其他人嘅關懷，使自己嘅心境由不快樂改變為快樂。快樂使我哋有動力去反思及繼而改變自己。
以嚟就唔知原來要反思啦嚇，因為覺得自己啱噶嘛。咁後尾反思，即係經過反思呢個階段咧，即係原來有好多嘢係要重新再另一個角度睇嘅。係喎，原來一直以嚟覺得以為啱嘅嘢，其實唔係噶喎。起碼喺上堂嘅時候已經覺得有幾個窗已經開咗啦，有幾盞燈着咗啦。Erita 喺工作坊明白咗自我反思嘅重要，通過自我反思，佢了解自己，亦都改變咗曾經對佢造成好大傷害嘅負面想法。因此，打開心理枷鎖嘅第二步係通過自我反思，了解自己嘅心理同人生，從而思考點樣改善問題。呢個反思過程會激發進步嘅推動力。當我通過反思，我真係覺得自己係有自己嘅價值，肯定咗自己嘅人生價值之後呢，我覺得嗰個心理質素係堅實咗嘅。堅實咗之後，你做嘢咪有信心，咁信心亦都會係某程度上咧帶俾自己嘅係會進步啦，因為你唔會再淨係諗住退步啊嘛，就係會向前行，你會勇敢去面對咯，咁就會進步。咁之後做嘢，我覺得自信係多咗，咁自然成功就會係近咗咯。其實上堂之前，我係諗住淨係要快樂嘅啫，我淨係想揾翻快樂嘅啫。但係原來呢件事係你搞通咗自己之後咧，原來有快樂之後就會有進步同成功。通過反思 ，Erita 將工作坊裏邊學到嘅方法運用出嚟，將自己嘅人格功能由負向改變為正向，使佢能夠發揮正向心理力量，扭轉失敗為成功，亦都即是活得身心健康、家庭幸福、工作成功愉快。Erita 係喺2007年接受 ICAN 精神教育培訓，從佢喺2023年嘅分享，我哋可以見到，雖然事隔16年，佢仍然係深刻記得當年係點樣運用快樂、進步、成功呢條萬能鎖匙，解開自己嘅心理枷鎖。ICAN 模式使你了解自己嘅心理，同埋懂得點樣發揮心理力量。其實我哋每日都要發揮心理力量，先至能夠喺日常生活中發揮高效能，同埋使我哋有力量處理各種人生處境同埋經歷。請大家聽一聽 Erita 分享 ICAN 模式點樣使佢喺過去嗰16年活得好。其實喺上堂嘅時候咧，到而家都係離不開呢3樣嘢啦，成功、快樂、進步咁啦。對我嚟講咧，我覺得呢3樣嘢就係環環緊扣。只要你揾到你嘅快樂，我覺得就會係有進步。你有進步嘅話，你就會一定成功噶啦。其實07年到而家咁都經過好多年啦，真係咁人生之中都真係有起有跌嘅。我覺得自己係對自己嘅自信啦、能力啊，咁都係強咗，係有力咗嘅。等我為大家做一個總結。ICAN 模式由成功、進步、快樂3個重點組成。呢3個重點構成一個正向嘅互動關係，使我哋一生活得成功、進步、快樂。我哋能夠運用 ICAN 模式強化自己嘅精神健康，一般自然係能夠運用 ICAN 模式去影響同埋幫助別人，強化精神健康。課題1嘅陳先生就係一個好嘅例子，幫助別人嘅過程亦都係快樂、進步、成功。快樂係幫助別人嘅第一步。陳先生嘅改變使佢對太太同埋女兒發揮正向影響力，改善咗同太太同埋女兒嘅關係，同埋使佢哋亦都成為快樂嘅人。進步係幫助別人嘅第2步。當我哋能夠同身邊嘅人建立良好關係，自然
亦都會有能力影響佢哋，特別係鼓勵佢哋作自我反思，激發自我賦權力量，推動自己進步。成功係幫助別人嘅第3步。當我哋改變咗自己，我哋嘅正向心理會成為別人嘅良好榜樣，影響佢哋，亦都將自己嘅負向心理改變為正向，從而扭轉失敗為成功，及使成功變得更成功。世界各地嘅流行精神病學研究指出，今天3/4嘅人口係屬於精神健康欠佳。點解會咁樣呢？大多數人會從現實世界揾答案，佢哋亦都實在揾到好多答案，例如喺工作、經濟、家庭、子女，以至社會上各方面，佢哋遇到唔同嘅問題。比較少數嘅人會從內心世界揾答案。內心世界係乜嘢？就係你嘅心理。以前嘅 Erita 由心理困擾演變成為心理枷鎖，以致患上抑鬱病，就係因為佢比較集中喺現實世界，但係就忽略咗內心世界。Erita 嘅例子反映今天好多人係唔了解心理嘅重要，亦都唔懂得點樣發揮心理力量。通過 ICAN 精神教育培訓， Erita 了解咗自己嘅心理同埋能夠發揮心理力量，使佢戰勝喺現實世界裏邊出現嘅問題，包括使抑鬱病不藥而癒。我相信 ICAN 實踐心理學模式能夠協助你主宰心理，從而主宰人生，使你一生活得成功、進步、快樂。喺課題4，我會同大家分享有關教育呢個話題。我哋嘅社會重視教育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原來好多人都忽略咗乜嘢教育呢？